面对全国进入3级的防疫警戒，市长黄伟提要求各机关遵守相关的防疫原则，减少办公大楼的接触和交流。安平区公所服务台已经设置民众洽公的专区，并且以各科室为单位实施分层办公，减少无共层人员的无必要接触。因为因应我们疫情的严峻那我们也希望给民众来到我们区公所洽公可以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一就17号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分仓分流，然后也在礼拜4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异地办公的一个演练。那我们的第2办公室我们就取在我们的安平图书馆，也离区公所近，那对民众来讲也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原则上还是以我们区公所为第一个办公的场所那民众洽公一样都是到我们的区公所来，那是因为为了因应疫情的关系才会有一个第2办公室那所以原则上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如果要洽公，也是先到我们区公所来，我们有一个单一的一个窗口，在那边为民众来服务。那原则上，我们第2办公室的人力分配就是大概我们全公所的1/3的人力来到我们的第2办公室，那每一个科室都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流的一个概念。所以除了是分仓分流还有异地办公，我们是同步的来做一个到位。那希望我们的防疫可以加倍。在启动无共所在办公的同时，安平区长赖清珠嘛专程视察紧闭的情形，各层以隔离作为完整的区隔，并且设置公文的交换箱，由各层单一窗口定时来递送，减少无共层人员无必要的接触，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